华语内面的相声，也就是台语的搭喙鼓、搬喙锦，这一句来一句去，真深刻。最近，就表演团体用台湾丰富多元的语言来表演这项艺术。再去传承你，搁再去投横者，回去安尼无？水啦！江湖有咧走，人情捌路头。一人讲一句，人甲观众笑开开。这是台北曲艺团伫中华的台语搬喙锦的表演，用趣味方式搬出日常生活会拄到的情景。过车路的规则啦，安怎过车路，但是用趣味的方式，注意交通安全。第二段咧是讲坐计程车若拄着迄个司机学都无坐足爱耍的安尼人客会足惊吓的。这个相声虽然我们公演是国语可是我们很希望能够在地化。我们都身在台湾嘛，那我们也希望说把台湾的风情的描绘进来，所以呢，用台语呢是很自然、很应该的事情。搬喙锦自本是街头艺人讨赚的基价，后来慢慢演变成大众娱乐。表演方式嘛，为一个人发展到2个、3个以上的搭喙鼓，甚至有语言游戏参现场的观众互动。山的量词是啥物？山，一粒山，我们是一座山，对不对？对。可是台语是一粒、一颗。进前唔捌听过这款的，感觉袂歹，囡仔应该嘛感觉袂歹。我感觉台语是一个足水的语言。所以我感觉用这款相声，不管是单口还是双口，一定拢有真活泼，搁真趣味。台北曲艺团表示，目前因则拄开始试用客语参台语表演，未来会继续拍拼，用台湾多元的语言来创作，互更较侪人听到这项充满语言艺术的表演。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